学哑语，北平也还就你这背，北平的技巧有我站进那就帮背整。北平百姓也还一听就你这背，北平技巧有我站进那就帮背整。百姓一听叫的声音，叫的气的声音，叫的声音响，背就是响的意思。这个角呢就是牛角，它的吹牛角。海呢就是听，这个感就是听的意思，就是听的意思。北平解掐，百姓下力。呼就是呼这个是个方言词，比如说打麻将差一个人，把他呼来，就是把他叫来喊来，呼站，那是我的那站，这个叫时间。或者说征战，进那城里，城里就是城墙，城里就是城墙。进那就帮背整，崩批进，这个批是个方言词。批比说你这个门口做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桌子或者是个柜子呢有裂缝了就是批了，就是有裂缝了，就是有裂纹了，裂缝裂了就是批。帮背整就是这个城墙就崩裂了。北平也还就你切背，北平接洽有我站进那就帮背整，叫崩批进。这个字不好说。再就是背就是响的意思，叫响的意思。这个呼是个方言词，呼把它呼来，他不会方言，他什么都不会。他不仅仅是个方言，他还变了音，因为他这个呼呢，它是个古音，你方言都不会，你怎么弄出来？他根本就不会，他们不会，对吧？他们都不会。北平也还就你切背，北平接洽有我站进那叫帮背整。这很简单，你写着拼音就直接读。你看拼音，百姓一听脚的气势，就是号角的声音响，百姓就大声的喊，城墙就要崩塌了，就崩裂了。他们不会，他是个鬼，他们根本就不会，他们也不想会。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在别的方面，